场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，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着去绽放。先吃点水果，休息一下再工作吧。先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自己吃。你看着我正忙着呢吗？先吃点吧。你要没事的话，就出去逛逛街，别在家里影响我工作。怎么了？景天卫，我给你送水果，让你休息一会儿，关心你。你说我妨碍你，现在觉着我烦了，烦了可以跟我直接说呀，不至于连说一句话，看我一眼都觉得特烦吧？拿工作当借口。我怎么能是拿工作当借口呢？我努力工作为了什么？还不是想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但我也并没有让你整天在家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的。你看看人家梦妮，经历了那么多挫折，也没有被击垮，反而活得更加坚强、更加自信。再看看你，这么优越的条件，你把时间全都浪费了，把自己变得一天比一天空虚，一天比一天无聊。人只要让自己一闲下来，肯定会出问题。你现在就是这样。梦妮好，我无所事事，我一无是处，我闲着了。你以为我不想跟梦妮一样出去演戏吗？我想出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只要你不演戏，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努力支持你的。你去问问你身边的朋友，我的要求过分吗？你的要求过分吗？那我问你，梦妮可以演戏，我就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女朋友。我是你女朋友。Hello， 欢迎金哥。你好，何志天。你好，大视频人还见了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走，走。王宇，把东西都拿起来啊。嗯。哎呦喂，不是这也叫套房啊？这小的根本转不开个儿都。我说显赫，我就真不明白了，你说你干嘛非要接这个戏啊？不是绝对的男一号就算了，还要给他留一名当绿叶。你看看，现在连人剧组都不重视你。我是来演戏的，又不是来住酒店的。是吧？小詹，你去打听打听，看看刘一鸣在剧组的待遇。哎，好。哥，我这儿呢有助理陪着就行。啊，什么意思呀？要赶我走？没有，你不是公司好多事儿了吗？
你在这儿陪着我，你又没犯过工作，我有助理陪着就行。不是我说你，显赫，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这么幼稚。幼稚也好，不长进也罢，反正这个应该不是我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关键。嘿呦，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。那你说什么是关键？哥，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你先把我行李拿我房间去。显赫，你看你就幼稚吧。人家刘一鸣同样是男主角，可人家呢？人家住的套房大多了。不行，谁让我是你经纪人呢？我要找他们好好交涉交涉。哥，我来这儿就想好好工作。我刚吃过饭，怎么，你又在看店吗？你好，小贝。近来你好像比较悠闲。是的，算是在度假吧。那首歌啊，我还没有写完。不着急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回答你上次提出的问题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有的时候很多问题是要有人向自己提问的，不然自己总也想不清楚。我对那位月亮男孩，我想他是我有限的人生中见到过的最完美的男人。你会感到温暖、踏实，真的就像月亮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它都只会带给你愉快的感受，不会冷若冰霜，不会炙热灼人。你的评价会不会太高了？一点都不，甚至还不够。甚至别人都不会相信，天底下居然会有这样完美的人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他也冲动到在你们谢幕的时候上台打人。泥人还有个土性呢，更何况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。除了这些高度的评价之外，你对他的感情又是什么样的呢？爱情，还是友情，或是恩情？也许都有吧，似乎还不止这些，但我也说不上还有什么。我知道他很爱我，所以我常常会在享受他的爱情的同时替他委屈。如果他深爱的人不是我就好了。今天呢，我代表咱们剧组主创欢迎显赫正式进入。客气客气。不过咱导演是这样，导演因为临时有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参加，所以暂时回不来。但是呢，他委派了我，同时也委派了刘一鸣代表所有的全剧组的主创，欢迎你的到来。当然还有金哥的到来。行，兄弟，这回看了这个角色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回这角色我觉得真不错，特别丰满，很厚实。当时导演跟我说呀，他觉得这个反1号的角色，从某种元素角度来说，更胜于男1号，所以我就后悔了。我说我当初怎么没挑这个角色呀？是不是啊？对。打一个比方讲吧，其实他这个角色呢，就相当于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的杨康。没错。
虽然他是一个坏人，但是最后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。嗯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也挺像的。所以我当时我还想，就关于造型的事儿，可以稍微往邪一点的感觉，就邪恶的那种。你别说你了，我当时看了剧本啊，其实我有想过自己造型会怎么样。你这属于死不是心不改，包括我还做了很多功课呀。我跟导演说，我说导演，我想演这个反一号，导演说 no， 坚决不同意，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人选。没错。哎呦，不，他这么一说，感觉我好像把他活抢了。绝对不会，你在何导心目中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那咱们有空真的得找何导演好好聊聊。我这次不好意思，为打断一下，何制片，我是显赫的经纪人，我有一些疑问，出于保护艺人的目的，我需要事先向你沟通好。要是什么地方说得过了，希望你见谅。金哥，您太客气了。导演有事，我们能理解。显赫第一天进组，没有遇见导演，是个遗憾的事儿。可问题是，同样是主角，我们显赫住房的条件比其他主角差远了。您不觉得有点？没有，我这儿没有事儿啊，可可，什么事儿没有。显赫啊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你也应该了解我的脾气。我这个人向来对于工作的事情是公事公办的。金哥，我们的合同都是双方商定好的。您现在对我提出这个问题，是想说我没有按合同办事吗？合同是合同，你看看他住房。没有事儿，我没有任何事儿，可可，我就是表明一下我的态度。金哥，我说过了，咱们是来演戏的，有个地方住就可以了。有一下我忘了要说什么了也，那咱们就一会儿再聊吧。我这刚来，行李也没收拾，我得回去弄行李。一会儿我订了饭局，一会儿给你打电话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，拜拜，大制片。行了你，走了见啊，一会儿见啊。哎，显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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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走什么走啊？有什么可说的呀，金哥？这社会不就这样吗？谁大听谁的，不对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那个金童是不是见不得我们高兴啊？显赫刚刚来了兴致，他就拿话恶心他，居然还拿话恶心我，这不找我收拾他吗？久违的感觉，好久没有听到何妈妈这么啰里吧嗦的抱怨了。少说风凉话。我看显赫也挺有脑子的，干嘛还跟着他呀？难怪这2年盛传说苏显赫难伺候，事情多，还不够敬业。你知道最过分的是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，居然暗地里按照商演去收费。从今天这个情景看啊，这些不靠谱的事儿10有8九都是那个金童搞的鬼。你说他干嘛那么听他的呀？这也不能怪他，我相信啊，他有他的难处。金童应该算得上是显赫的伯乐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回显赫他来参加我们这个戏，他是想通过这个戏还有这个角色打一个翻身仗。所以呢？所以对待好兄弟，我们应该拉一拉，帮一帮，而不是把他推开，这样对他、对我们、对这个戏都好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。可是你也没必要对他们那么客气啊，尤其是那个刘一鸣。你想想，他以前算什么呀？只会给你演奴才。现在傍了那个何可可，啊，就牛了，就眼里没别人了。你听没听我跟你说呀？行，苏显赫，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？学会忘恩负义了是吧？越来越不把我这个经纪人当回事了是吧？没有，哥，
你对我的好我一直记在心里边了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哥，咱们当时接这个戏的时候，你和我都知道刘一鸣是男一号，然后咱们决定来接的，对吗？是因为你和我都知道这个戏是我唯一有可能打翻身仗的机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不接这个戏，我怎么翻身？如果我翻不了身的话，公司会在我这个马上就废的人身上再花一点点精力吗？不会吧。再说难听一点，哥，我要是不好了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吗？那可不一定。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显赫，一个经纪人永远不会靠一个艺人打天下。如果你不行了，我还有其他的艺人。只是显赫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作为经纪人一个里程碑。我当然希望你永远闪闪发光，永远屹立不倒。更何况，在我的心里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待。你单纯，你幼稚，你看不清人心的复杂。要是刘一鸣他们存心对你好，我干嘛非得拦着？难道我要存心害你吗？那你想让我现在怎么办呢？住不上大套房，所以咱们就辞演不干了，是吗？那我在这个圈里的名声不更大了吗？是不是？你好，哎，好，我马上就下来。好嘞，拜拜。何可可在大堂。我去，给他们个下马威。哥，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希望我辞演不干了？那倒不是。那你是希望我一进组就先得罪制片人，对吗？小三峡胜似三峡，山比三峡险；小漓江胜似漓江，水比漓江清。二哥，你知道我说的这是哪儿吗？龙庆峡，咱明天的目的地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？没兴趣。好。潭柘寺，这什么？潭柘寺，什么时候改的？自从有这个寺庙的时候，就叫潭柘寺。好吧，算你对。潭柘始建于公元307年，距今呢有600-700年，700-800年，好像是1800年吧。哎，光海啊，咱别为难自己了啊。这个潭柘寺呢是个不错的地方，这等你算完了，估计怎么着也得有个1800年了吧。我今后会找时间去。不是，那明天去哪儿？组啊。二哥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敬业？你说我好不容易沾着你的光，假公济私的免费旅游一圈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再说剧组都在开工，你去了还得分一部分力量来照顾你，这不添乱吗？二哥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来吧，那就让他们忍受2天。我这2天在外面玩的呀，心里特不踏实。二哥，头2天我看你在电脑前面忙活，你的工作都做完了吗？没有啊。没做完就在这做，这儿环境又好，我又不打扰你，咱做完接着玩，怎么样？我那工作又不挑地儿，有个电脑就行，放心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明天还是要回去？那咱就回去。路途比较远，明天我来开车，然后咱们一路走一路玩，有几个农家院，吃吃喝喝，后天大后天又到，好吧？不用，车呢还是我来开，然后呢，哎，这样中午之前就能到北京。到了北京，我请你吃好的啊。二哥，你认路吗？导航。哎呀！
显赫，看来你今晚喝得挺高兴啊！啊？哎呀，到底是同学。金哥，你觉得他像你说的似的还记着仇呢吗？哼，我说了吧，怕你不高兴。哦，反正我还是不放心。我就不明白你老瞎担心什么呀？我听他们俩人在酒桌上聊天吧，就一个感觉，他们俩心里压根就没瞧得上你呀。你干嘛老把别人想那么坏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越是对你微笑的人，你就越得提防。行吧，我累了，我想早点睡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啊。显赫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听他们话说的那么漂亮，只要导演一天不来看你，只要这个房间一条不调，那他们就是在纯忽悠你。可可，我跟你说，我在何家班这么多年，除了特殊情况，通告上什么时候落过一场戏？你们说有吗？有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海峰哥。这么着吧，再给我几天时间。我跟你说，可可，这可不是说几天时间能解决的问题。可不是嘛，这个苏显赫的医德也太差了吧？是，现在进度都赶不上呀。行了，显赫呢，他也是刚刚进组，我们大家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的适应一下，好吗？行了，待会儿都吃饭吧啊！上。我远走了。好，走了，吃饭了，抓紧时间吃饭了，吃完饭开工了。怎么样，医生？先吃点止泻的药，有可能是着凉了，或者是水土不服。先吃药看看吧，如果不好，就得去医院检查。谢谢啊，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慢走。先把药吃了。待会儿吃。怎么了？你先放那儿吧。怎么了？又来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其实今儿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不用猜，一定又是那个金童。咱不是为了赶进度吗？就把苏显赫的戏删记上。玉儿，又在店里值班的吗？ Hello Mills， 哎，你现在倒像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，总在网络上游来游去，羡慕你有闲。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，偷得浮生半日闲嘛？对了，晚上还有演出吗？这一轮演出明天就算结束了，所以今天开始我换成晚上去店里值班，白天就可以在家写剧本了。 状态如何？刚开了一个头。我很好奇哦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类似于童话般的故事。有意思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渔村，里面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女孩，名叫海星。 他每天在沙滩上捡贝壳，坐在海边，望向大海的尽头，就是他全部的美好生活。为什么不叫海妮呢？海妮，你诚心的吧？因为你知道我的真名叫梦妮。绝对没有，我完全是下意识的。这个名字啊，不用想就一下子跳入了我的脑海，而且这个名字给一个幸福快乐的女孩 很适合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海的女儿。好吧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女主角的名字叫海妮。那接下来的故事呢？长大成人的海妮，在她家乡的海滩上，遇见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——英俊少年如风。 两个人一见钟情，海誓山盟。如风跟别的年轻人不一样，
他一直向往着大海那边的世界。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，说在海的尽头是一片富饶的土地，那里有无尽的财富，能给找到它的人带来幸福。传说曾经有许多年轻人为此出海寻找，却从来没有人回来过。如风决定去海的尽头寻找幸福，临走前跟海妮约好，等他找到了幸福就回来接海妮。于是海妮每天都会坐在海边，等着她的爱人回来。陪伴她的只有另一个儿时的伙伴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卡在这儿了，我还没有想好那个男孩的名字。那为什么不叫小贝呢？小贝？我就是因为在海边长大，所以取了这个网名，有沧海一贝的意思，不妨就借你一用。这个名字很好，但我不能用，不然当你写音乐的时候，也许会产生混乱的感觉。我又一次被你拒绝了。有了，就叫他小严吧。风是自由不定的，岩石是坚实稳定的，这两个名字本身就像他们两个人的性格。太好了，小严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说啊，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吗？我们家邢鹤好歹是大牌演员，他对接戏服装有疑问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可问题是这衣服就是前2天拍摄的服装，一点没错啊，我们都是有记录的。你记录了就保证不出错吗？怎么了？一鸣来的正好，我见过无数大牌演员和经纪人了，像这样的没见过。哎，说事儿归说事儿，不要进行人身攻击，否则我告你啊！告我？我还想告你呢。行了，现在是我们何家湾的非常时期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闹事。有什么事情我来处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。没见过像这样的人。你也可以先休息一下。我觉得是时候该我们3个人好好的聊一下了。哪位？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个事儿啊？今天算是挺过来了。真不容易啊！用的什么招啊？本来没招了，可是我突然想到，我不是便秘吗？随身带着泻药，所以……你不会吧？你不会吃了那药吧？不止吃了泻药，我把冰箱里能吃能喝的酸奶、啤酒全往肚子里倒，总是不把自己弄死不算完那种整法。辛苦你了，关海，我知道这次难为你了。没事，挺得住。刚刚当着剧组的工作人员，有些话我没说出来。与其毁掉2根顶梁柱，我宁可挖出蛀虫。就是说，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要么你可以选择离开何家班，我可以找其他人代替；要不你就踏踏实实的留在剧组拍戏，从此以后不要再惹任何麻烦。小贺，别担心，都拍这么多天了，说换就能换的。你还记得当年我和显赫一起拍那个《青天外传》吗？我的戏拍的可比显赫多，可是说换也换了。显赫，这你亲耳听到的吧？你这回知道他憋着什么心思了吧？我想问你们2位一个问题：你们觉得人生宝贵吗？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人生真的很短暂，何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找茬上？你是说我们找茬喽？我这不叫找茬，我是在为了工作。咱们这个戏事无巨细，所有的方面都希望做到完美，这不是你提的要求吗？那你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做的不完美？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不完美。
首先，导演到现在我就没见着，我拍了这么多戏，我头一回见着是由一个二把刀，我来说哥，是由一个非专业的人一直在这儿拍。何导人呢？我来这儿没见到何导。如果说让你练手，没问题，告诉我呀。第二，咱俩戏里是同岁嘛，到现在为止化出来的妆，我比你老10岁，你不觉得吗？第三，我不知道服装组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大意见，我也不知道是他们的功课有问题，还是我真的记错了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他们不专业，太不专业了。那我就回答你的问题，我的确是个非专业导演，甚至连2把刀都不会。但是不管每一场戏、每一个镜头，我都是严格按照导演的要求来做的。我只是一个传声筒，我只是做执行。第二，你说何家班不专业，如果你能在国内找出一个比何家班更专业的班底，你就去跟他合作。我不相信你能找到第2家比何家班更专业的。好，我不管之前圈内传出你什么不好的消息，我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惩戒。但是我相信你，如果今天离开这个剧组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第2个剧组敢用你。哎呦，吓唬我们喽！我没有在吓唬你们，我在很真诚地跟你们说话。行了行了，咱们就说眼前这事儿，就算显赫他记错了，那几个化妆组的人也不至于反应那么激烈吧？他是个演员，一天工作下来很辛苦啊，这难免有些失误，那是怎么了？对于这件事情，的确是我们工作人员做的不到位。金哥，显赫，对不起。喂，可可，我问你一下，现在还有没有演员可以自带化妆的费用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把那个预算交给资方了，你现在讲的话，可能性很小吧？要从我片酬里面扣吧？对。关海，我让饭店做了碗粥，来，起来把粥喝了。我是不是可以归队了，老大？关海，关海。二哥，我快死了，二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别让死了之后，关海，冰冰会不会哭啊？冰冰会不会哭？关海，来，快坐，来起来，好来。妮子，女人呢还是不能太操劳了，不然老得快。这男的女的都会变老，自然规律，谁都改变不了。以前在海州的时候，我俩多年轻啊！咱俩现在也不老呀。现在我是觉着心老了。妮子，你还记着吗？以前我俩在海州的时候，经常一起去海边那个大排档，还有的时候半夜起来一起去聚美优品网上抢化妆品。咱俩现在也可以上聚美网上抢折扣化妆品，也可以在沙发上打个滚儿。其实我觉得呀，有时候快乐真的是自己争取的。是呀，可是我现在很少找到以前的那种感觉，很多事情已经回不去了。冰冰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感慨起来了？是不是跟江天伟吵架了？也不全是，我最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总会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总会想起关海。我以前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事儿，不过现在说对不起也没什么用了。妮子，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拥有了一切，实际上你却失去了很多很多。冰冰，你还记得吗？
在海州的时候，跟我说，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关海一起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。是呀，现在大房子是有了，可是我现在却觉着，只要是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即使是住在小房子里，也觉着温馨快乐。那个时候我跟关海在一起，要什么没有什么，可是我总觉着一点都不缺感情。他总是想着我，爱着我，永远是围在我身边转。冰冰，其实志恒，我在店里呢。什么？不烧不烧。什么样医生？可能是肠炎，本来是小问题，被你们拖的时间太长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打打点滴就好了。这怎么回事？突然变得这么严重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就这样了，给我吓了一跳。哎，找到一鸣了吗？哇，我一直给他打电话，他都没接，估计在拍戏，空了就跟我们回了。行了，我们去取药。你看着啊，这一路上啊，没少念叨你的名字。怎么样，老刘？这你觉得行吗？可以上吧。好。行啊，你俩现在越来越默契了。行了，去后面坐歇会儿。好，来，你们我们换衣服去。对对，服装化妆。哎 ，OK 吗 ？OK，收工。辛苦了啊！行啊你，用了什么招啊？这么乖？秘密。真牛。哎，这场景。关海高烧，昏迷不醒，现在在首都医院。哥哥，我有事。志哥。哎，一鸣。关海怎么样？烧还没完全退，但是应该没有大问题，进去看看。走。冰冰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回去吧。妮子，你说我以前做过那么多对不起关海的事儿，可是我说过的话，每一句他都记得。你知道，我今天特想在医院陪着他，我想弥补一下我对他的亏欠。喂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还不回来？你不是也老不回家吗？怎么来质问我来了？我这不是质问你，我是关心你。行了吧？咱能不能别一说话就跟吵架一样？再说了，我不回家，那不是忙正事呢。我也有正事啊，我朋友生病了，我不能陪着吗？朋友？梦妮病了。我在北京除了妮子以外就不能有其他朋友是吗？别的朋友？除了梦妮之外，你在北京好像没有别的朋友了吧？关海生病了，发高烧，昏迷不醒，我跟妮子在医院陪他呢。关海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老同学，有问题吗？秦明，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。我不希望你在外面陪着你以前的男朋友。你总说我心里阴暗，你能不能考察一下你自己啊？我用不着反省，这是一个正常男人的正常反应。我希望你马上回来。
你明明没在陪观海，为什么非得这么说呢？这么说我心里好受一点。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很开心，可最近总是吵吵闹闹的。为了不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彼此一些空间，让大家冷静下来。今天晚上正好我去欧洲出差，我们可以利用这段分开的时间，把事情考虑清楚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照顾好自己。何导，您明天到了现场之后，只要负责坐在监视器的后面就行了，其他事儿都交给我们来办。张志恒来了之后，我们就会告诉他说您这2天身体不舒服，说不出来话，就让执行导演在现场帮您喊就可以了。还有，明天他来了以后，不管问您什么，您只能说1个字儿，多半个字儿都不行，只能说好。好。Perfect。先说好了，老何，张之恒要是问您吃饭了没，您千万别回答好。小卓，把那个通告拿出来一下，把所有关于苏显赫的戏全部拿掉。还有明天拍摄的场景一定要分散，越散越好。最后提醒大家一句，所有的人都注意了啊！明天在现场千万不要对导演有特殊关照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滚！